来，韩王。如果女皇来信了，你们双方还打不打？就是打，你哈萨克也会有伤亡，除非你让他们归顺你哈萨克。他们是一群不可驯服的乞丐。我如果消灭他们，就像烧荒了草原，来年会长得更旺，哪有把蒙古人消灭的历史？所以这件事情实在是让我进退两难。那您就让开一条路嘛。不过现在，蒙古人主宰世界的历史就要结束了，他们的子孙才会想到回家。这个沃巴西一定还很年轻，才有这样的举动。他叫我佩服，我怎么能残忍地消灭他呢？沃巴西汗的举动是让人很钦佩的，他要带领这群游荡的生灵回家，而您是真主派来解救他们的智者，我也会把我的命托付给您，永远的效忠您。这是一个狼吃羊的世界，问题是，还有狼要吃我们怎么办？我说过的话是算数的，娜塔莉亚，这是你的错，你忽视了我的警告。给你1分钟的祷告时间，开始吧。你要快点离开，快起来，外面的士兵在等你。把咖啡喝了。哪里弄来的？我偷的，你就别管了。查理米亚，我对不起你。你别再装了，你对不起的是韩王，我算什么？我恨你，永远都恨你，恨我没有杀你，让你跑了。我不能不控制住自己的感情，尽管心中依然激荡着对娜塔莉亚深深的爱慕。东归大业未成，前途仍然茫茫。身为韩王，是不能为所欲为的。其实相遇也是奇迹，而分离是必然的命运。因为娜塔莉亚属于波兰，就像图尔扈特人属于那片东方的草原一样。
接毁灭他。他会从国王变成囚徒，他当然更愿意选择前者。可是你的行为将迫使他不得不把自己的后半生寄放在囚室里。我哥哥就是这样死的。我知道，你是一个民族的领导，民族的利益才是你的最高利益。可是我安排你的离开是我的责任，你的生死对我们图尔扈特部同样重要。我的部下将会把你安全地送回波兰。我巴西，请你原谅查勒米亚，他和巴姆巴尔在一起，是因为巴姆巴尔给了他生命中最想要的，他想为他生孩子，和他厮守在一起。但我知道，我们这是永别。我想请求你，汉，别叫你的部下把我带走，我要留下来，我要和你在一起，留下我不汉，我要和你一起走完东归的路，留下我。汉，他最终还是走了，抛弃了您，丢下了我。查勒米亚，他离开我们不是他的错。汉，过去是我错怪了他，可是他是在我睡着以后离开的，
她是个没良心的女人，您对她那么好，可她还是离开了您。去找巴木巴尔，他会安排你的行踪。韩，不要把我也送走，查勒米亚将永远守在您的身边，永远不会离开您。如果他的离去让您感到了孤独，那就让查勒米亚来伺候您吧。查勒米亚，我宽恕你语言中的任何过失，是因为对你父亲安德烈的尊重。丢弃你的狂想，让你的头脑变得冷静些。韩，我想告诉您，我不能离开，是因为邦巴尔。巴蒙巴尔怎么了？我和他触犯了您的东归法典，我已经是他的女人了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有了他的孩子。应该惩罚巴木巴尔，让你留在图尔扈特人中间是一个错误。扎勒米亚，怎么了？说话呀！我是来接受你惩罚的。为什么要惩罚你呀？娜塔莉亚走了。你说这种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见到韩王了，我都告诉了他。告诉了什么？我说，我曾经想杀死娜塔莉亚。那你还告诉他什么了？还告诉他，我们有了孩子。他怎么说？他什么也没说，他只是感谢我能照顾娜塔莉亚。我知道他心里难受，是因为娜塔莉亚的走。他爱娜塔莉亚，他们分开以后还能见面吗？这我不知道。可我关心的是你，既然你已经告诉了韩，查勒米亚，我了解韩，他是不会放过我们的。你是他的卫队长，跟随他出生入死，他是不会处决你的。他不能没有人性。既然他能对娜塔莉亚放行，为什么不能放行我们？按照图尔扈特的规矩，我会受到惩罚，他也不会叫你继续跟着我们往前走了。为什么？我才不像娜塔莉亚那样假惺惺的活着呢！我要跟着你。战争会越来越残酷的，我是怕你受不了，我想让你留下来，这是对你的爱护。好了，你别傻了。留在那里，哪个男人能叫我相信啊？我不走，我要和你在一起。我已经做好了和你一起面对惩罚的准备。查勒米亚，我喜欢你，我是心疼你。既然你已经告诉了韩王，那就让我们俩一同等待吧。你们扎尔固的法典是错误的，我们是人，不是机器，他不能把我们怎么样。查勒米亚，我这条命已经够本了，有你在，我活得更加完整，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的。你是个好女人，一个俄罗斯人为图尔扈特人舍生忘死，你不应该受到惩罚，倒是应该受到图尔扈特人的尊重。邦巴尔，我不能没有你。以后不管遇到任何事情，发生多么可怕的变故，你都要保护我。
韩，军团的调动和重新部署都已经准备好了。进出营地的人，在我的监控下，绝不会有一点泄密。只有娜塔莉亚突然失去了踪影。你还怀疑他？我怀疑所有的人。这是韩国利益的需要。你说的没错。可是娜塔莉亚真的走了。走了？去哪儿了？我暂时还不能告诉你她的去向。她离开了图尔扈特人。她让我转告你，走的时候没能和你道别，请你原谅。她还说会永远记着你。娜塔莉亚，娜塔莉亚，娜塔莉亚，娜塔莉亚。当时我并不知道，娜塔莉亚也牵动了策波克内心的情感。至于查理米亚，也被这个波兰女人打动了。善良，总还是能够得到回应的，尽管有时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。出了什么事儿啊？图尔扈特人那里发生了骚动，他们的营地里有火光。沃巴西现在干什么？他睡得像出生的婴儿。心里没鬼的人才睡得这么安稳。哎呀，别说了，别再因为图尔扈特人来打搅我。他们现在就是闹翻了天，跟咱们哈萨克也是没有关系的。你下去吧。是，韩王。韩王，来啊，来喝一杯，来多来。哎呦，太好了！哎呦，来，小妞，来，太好了！我们接到努尔阿里的回音，明日凌晨展开突围，在他600公里的防线里，我们改变战术，要利用几十万畜群的优势去冲击他们的正面防线。可这样一来，畜群会损失惨重，但可以保证我们的部队伤亡减少，因为畜群是不可能带走的。用它们来保护乌鲁斯的百姓们冲出600公里的防线吧。韩王，这样的战术会让努尔阿里措手不及。我们的百姓夹杂在畜群里，畜群就是我们的盾牌。现在我们的突击队已经组建完毕，只是队长还没有人选。传巴木巴尔。韩。巴木巴尔，你是不是触犯了扎尔固颁布的图尔扈特法典？法典中明确规定，3年之内人不增丁，畜不增子。可你和查勒米亚破坏了图尔扈特的规定，请您惩罚我，韩。韩，您不能惩罚巴木巴尔，要处罚也应该处罚查勒米亚。对，受惩罚的应该是我，这不是巴木巴尔的错。韩，我接受惩罚，请您宽恕查勒米亚。韩，查勒米亚不是图尔扈特人的敌人，他曾经舍生忘死地救过您，难道这一切您都忘了吗？我不会杀安德烈的女儿，可你怎么在女人身上变得如此的窝囊？原谅我，韩。我赦免了查勒米亚。韩，惩罚我吧，不要再说了，是我。你走吧，回到你父亲的身边去吧。韩王，也许您是对的，那就让巴木巴尔戴罪立功吧。
巴木巴尔既然触犯了法典，就要接受惩罚，以警示部族百姓。突击队已经组建完成，你就担当突击队队长，到战场上去，洗清你的罪过吧。你要保重。巴木巴尔谢你不杀之恩，你要保重。巴木巴尔不能为你护卫了，我对不住你。你走吧。巴木巴尔，你不要再睡了。别离开我。我怎么会离开你呢？可是你得起来了。帐外站满了你的士兵。你别吵我了，黎明前我就要带领他们去攻击哈萨克人。你该出发了，你是突击队长。我睡好了就能打胜仗，杀得他们片甲不留。我把你搂在怀里，咱们是3个人，来抵挡1个人。我能倒下吗？这简直是笑话。图尔扈特人会以我为骄傲的。我要当父亲了。我不是孬种，我要杀得他们片甲不留。查勒米亚，我喜欢你。答应我，你一定要回来，我等着你。可是你该出征了。我就是喜欢你，查勒米亚。是的，努尔阿里汗。好吧，那我们就战场上见高低吧。冲！
不出来吗？我们现在还帮不了他们。图尔扈特人突破不了哈萨克人的防线。弟兄们，你们听着，除非我们情愿和他们一起走上绝路。图尔扈特人已经是强弩之末了，再调集一支军队上去，就可以给他们致命打击了。现在我们该给舍勒一个证明自己诚意的机会了。走！舍楞太极，韩王命令你马上发动对图尔扈特人的进攻。舍楞遵命。似乎蒙上了一层薄雾，在向前冲击的图尔扈特人群中出现了舍勒，他像图尔扈特人的保护神飘然而至。韩王，韩王，准噶尔人向我们发起了进攻。韩王，韩王，快突围吧！大部分图尔扈特人都冲出去了吗？韩王，大局为重，不要忘了我们付出惨重代价的目的啊！知道了。我们还要救出那些落在后面的人。关键时刻，舍楞再次表现了他的反复无常。这个准噶尔人其实比谁都更忠贞，只是命运一次又一次的让他陷入更大的境地。在他来没法做主的时
人开始进攻我们了，他们已经冲出了包围，朝死亡沼泽退去了。我们怎么办呢？其实我们很难指望准噶尔人会帮助哈萨克人攻击图尔扈特人。我真的很欣赏这个舍楞。韩王现在发动对图尔扈特人的追击，他们怕是连死亡沼泽都到不了了。图尔扈特人自己已经选择了绝路，为什么还要在他们的背后插上一刀？是的，韩。死亡笼罩着的荒原上移动着，他穿过无数尸体，翻过那些冷冰冰的身躯，似乎在寻找着什么。查勒米亚在死尸堆积最多的地方停下来，他在寻找心爱的男人，他哭着喊着，冷风悲哀而又孤寂。战场上好像又有人活过来了，在大地上蠕动。那奄奄一息的人在复苏，在挣扎。远远看去，他们在爬行，一个，两个，爬过死去的人，朝查勒米亚方向接近。一个活在战场上奄奄一息的目光在巡视。老天爷，邦巴尔，是你吗，邦巴尔？邦巴尔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你们的队伍走了，你醒醒啊！听我说，图尔扈特人都走了。我在队伍中没有见到你，我就知道你会在战场上，你不会是逃兵的，你不会丢下我走的。查勒米亚，是你吗？查勒米亚，是我，邦巴尔。他们已经远离了这里，是从你身边突围出去的。我冷啊，邦巴尔，你不能倒下，你不能放弃活着。我们说好的，只要图尔扈特人能冲过去，就让我这样静静地死去吧。我是有罪的，给汗丢了脸。邦巴尔，你要是死了，我也会死的。没有你的日子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活着。我的孩子。不，查勒米亚，你是个傻女人，你要活着。死亡是冰冷的，我离它不远了。邦巴，我离开你，我不知道该到哪里去，就让我们在一起吧。我喜欢你，你要活着。邦巴尔，你睡吧，我在你身边。查勒米亚靠在巴木巴尔身旁睡下，他看着天空，夜就要来临。风吹过他们的脸，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活着还是睡去了。
胜利，甚至不能容许人性的自然流露。面对违反法典的巴姆巴尔，我只能把他送上决死的战场。我知道，卫队长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他将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赎罪。至于查理米亚，此后再也没有见过他。也许是留在巴姆巴尔葬身处，为他守墓了。佛祖啊，你看到了吗？瘟疫、疲倦和饥饿把图尔扈特人折磨成什么样子了？这就是当年跟随圣祖爷远征欧亚的铁骑吗？我们图尔扈特军团威名赫赫。可是今天他们跟着我沃巴西，却成了这样的一群褴褛的乞丐和病夫。我想带他们死中求活，却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倒在泥泞中死去，而毫无办法。现在真的叫我感到恐惧和胆怯。再坚强的心都会颤抖和动摇。我第一次感觉到我的信心在慢慢的丧失。我的佛祖啊！告诉我，我错了吗？